也互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各位兄弟平安。这时，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67首，圣诗第67首。我心阿罗上帝，请起立。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请来特别上帝，你是创造天甲地，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设立四季，互因照起工来运行，互地上的花草青翠发芽结实。养饲人甲所有的飞鸟野兽，伫日头下骹，阮会当感受到你的温暖、你的慈悲甲疼痛。伫雷公四纳、台风地动中间，阮也会当感受到你的宽容，互人敬畏。我要用感谢来入你的门，用阿罗来入你的院。我要感谢你，我要阿罗你的圣尊名。天父上帝，这时阮也要恳求你的圣神来感动阮，启示阮，将阮的歹显明互阮知。阮敢有用心来读经、祈祷、灵修？牧师伫咧主日所教导的，阮敢有照安尼来行？教会为阮所办的侪侪课程甲宣教的活动。阮敢捌用心伫伊来思考、来参与。阮拄着的困难，也是拄着艰苦心的代志，阮敢有用祈祷带到你的面前，也是用阮家己的财物
靠金钱、靠人的方法来解决。天父上帝，愿恳求你来赦免阮。阮无人万项事拢掠你做大，无所有的代志拢来祈求你的旨意，恳求你来赦免阮。台湾的社会最近有一寡争议性的议题当伫发酵，大人拢有家己真主观的想法甲表达，这造成社会不安，甚至伫个教界也有无相同的看法。天父上帝，你容阮人有自由的意识，互阮会当对代志会当有无共款的看法。总是阮拢是你的囝儿，阮拢要遵趁你的旨意来行。但是拢是你的囝儿，确实有无共款的看法。阮知影上帝你是疼，你会爱阮去疼厝边，嘛爱阮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同时，上帝你嘛是公义的上帝，你是完全圣洁，无有瑕疵。恳求上帝，你赦免阮人的无完全，怜悯阮人的有限。阮确信你的旨意一定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社会的代志拢是伫个你的业力内底，若无你的允准，什么代志嘛袂来发生。阮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将你的旨意清楚来启示你的正囝儿。只是伫个这个雾雾无明的时阵，阮恳求上帝，你施落你合一的灵伫个阮的中间，互阮的社会会当合一，互教界会当合一，嘛互双连教会会当合一。阮会安尼祈祷无完全，即时阮要用助理教示阮的祈祷文，同齐出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阿门。阿门。主听我祈祷。这时，咱来交托启应，启应文第19篇，启应文第19篇，伫个圣诗后面第29页，启应文第19篇。我来启，大家来用。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这时咱搁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456首。圣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起立。
这时，咱要请妇女合唱团带咱来敬拜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欢唱直到万代》。真感谢妇女合唱团用真水的诗歌来带咱来敬拜。这时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是记载伫雅各书1章19节到25节。雅各书第1章19节到25节。现代中文译本伫355页，台语汉字本伫263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19节，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啊，恁每一个人拢应该随时注意听别人的意见，毋通急要发言，更加毋通快快受气。人的受气并袂当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所以，恁爱脱离一切无好的习惯甲邪恶的行为，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植的恁心内的道，就是迄个会当拯救恁的道。但是，恁毋好欺骗家己，以为只要听道就够了。反倒等，恁必须爱去行道。
迄个听道无要去实行的，亲像一个人对着镜看家己的面貌，详细看一下，然后离开，马上袂记得家己的面貌。但是严格考察，迄个完整佮互人得自由的法则的，而且谨慎遵守的人，毋是听了就袂记住，反倒当是确实行道的人。即款的人，伫伊所做的事，一定得到上帝的祝福。以上，今日咱敬听的蔡牧师，伊要带互咱的信息是：伫个神的话中蒙福第2讲，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牧师有甲大家分享安怎伫上帝话内底得到福气的第1讲。牧师有提起着咱的心亲像一个田园同款，上帝话亲像一粒种子，要种伫即个心田顶面。所以牧师有提供3个步骤，互大家来学习。咱今仔佫简单复习一下。第一项就是讲，咱要迎接上帝的话，就是爱准备咱的心，将这田园准备好势。上帝话亲像种子种伫咱的心园的时阵，就会当定根，就会当布影，就会当结实累累。所以爱准备咱的心，就是爱除去误会甲邪恶的习惯，然后存温柔甲顺服的心来领受。然后咱第2项就是爱欢迎上帝的话，咱爱用一种欢迎的态度，迎接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中。所以咱爱较无爱欢迎，然后咱爱用一种平静的心，哪平静咱领受哪济。最后第3项，牧师也甲大家分享讲，咱爱有上帝的话伫咱的心中来动工。咱今日就要对即个所在开始继续来看，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安静落来，互阮的心柔软落来。因为阮要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为阮的生命带来改变。我嘛恳求真理的神伫阮心中运行。阮有智慧明白上帝的话，也加添阮气力，会当将上帝的假施实行出来，来利益伫阮的生命。求主你帮助阮，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安怎互上帝的话伫咱的心中动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的25节安尼讲，这是和合本的圣经。伊讲，独独详细查看迄个专备，互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时常安尼，这人毋是听记就袂记住，乃是实在行出来，就伫伊所行的代志顶面，的确得到福气。所以咱要领受上帝话来得到福气，互上帝话伫咱的心中动工。咱爱透过即个话来得到帮助。雅各书的作者伫遮提起着3项真重要的物件，咱来学习。牧师要用一个譬如，这个譬如就亲像咱食物件了，咱咧食物件爱先用喙来剥，剥较细，然后进入咱的胃，就会当消化，消化了落去肠仔就会当吸收。这3个部分拄啊亲像安尼，咱一步一步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咱爱真用心来读圣经。那亲像咱咧食物件的时阵，爱将食物放伫咱的喙内底，咱爱来剥，安尼来当了解迄个食物真正的味。圣经中间拄则所读的，对咱讲独独详细查看，迄个专备互人自由的律法。雅各书的作者讲，圣经是专备会当互人自由的，但是咱看的态度爱安怎？
详细查看。这详细查看，毋是安尼读过就会使啊。这原文这个字吼，查看的意思是讲，一个人要真详细看一项物件，所以伊将伊的腰弯落去，较近的，详细一字一字来观察。啊，所以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就是咱咧读圣经的时阵，爱将注意力集中伫圣经上帝话顶面。亲像咱咧食物件相共，你会将物件放伫你的喙内底，有一段时间爱剥，你才能谈出即个食物的物件。但是咱现代人吼真无用，有诶食饭配电视，一边看一边食一边看电视。啊，过去有人咧看报纸，即摆大家拢看手机啊。毋相信你等下来去外口食饭吼，你看你四周围人，大多数的人拢一边食一边咧看手机啊。啊，食了后煞讲啊，我今仔食啥物物件，我都毋知影。啊，所以相反吼，咱咧读圣经嘛是安尼，咱咧真用心弯落去，真细腻去看，目的就是要完全了解圣经的话句啊。爱用种真慎重的态度，毋是安尼凊彩食，看了煞毋知咱所看的是啥物。啊，所以咱真正爱真清楚。咱顶回有讲到圣经亲像一面镜相款，咱咧照镜嘛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就是因为咱想要将咱的外观做一个检视，做一个改善，所以咱用心看，这是一种态度。啊，有一种人。看镜有看哪无看，照镜照的离开，目睭一看啊，毋管安怎，就是离开。安尼有照哪无照的，这是用凊彩的态度来面对严肃的议题。所以真侪人用种凊彩的态度来读圣经，亲像咧照镜相共，凊彩看一下。有的人讲啊，我做无用的，所以我一工尔会当有5分钟来读圣经。啊，实际上安尼做吼，只是一个形式，无法度对咱的生命带来改变。亲像咱咧食物相共，用吞的，毋知迄食物的滋味。所以咱咧研读圣经的时阵，爱开时间，爱用心，爱专注。咧礼拜的时阵，嘛爱真专注，用较无的态度来迎接上帝的话。好亲像一个枵餓的人，伊较无食物。会当互伊得到满足，这才是一种真正确的态度。所以牧师要提醒大家，咱伫厝里读圣经的时阵，一定爱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早起时、暗时，还是讲早起时、暗时，我拢要读圣经。我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甲上帝约会，要来看上帝写互咱的话是啥物。然后伫即个时刻，咱就安静落来。专心贯注，要来研读上帝的话。未来牧师会甲大家分享，甚至咱来布置一个所在，是咱要甲上帝亲近约会的所在，帮助咱会当安静落来，进入上帝的话，享受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部分。好，咱来品尝上帝的话。然后第二个部分，咱就爱消化。爱复习，爱默想。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读迄个详细查看，迄个专备，互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时常安尼。咱来注意这时常安尼哦，意思是讲爱常常反复来复习。伫吸收进前，咱来先消化。消化就是安怎？消化圣经上帝话，就是你爱将圣经上帝话放伫你的脑海中间，不断去思考。这就是默想。默想的意思就是讲，一遍搁一遍，认真来思考圣经上帝话，一遍搁一遍来思考上帝道，这就是默想。圣经中间讲，即种有一种福气，就是讲读喜爱耶和华律法、勉励思想的人，即个人有福气。咱来继续看，伊讲安那？伊讲伊要亲像一丛树安那，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树叶也无孤单。既然伊所做的拢顺利，意思讲吼，咱若常常将迄个圣经上帝话放伫咱的脑海中间，
反复去思想吼。咱亲像一个水泉，咱亲像一丛树仔吼，咱种伫溪水边，迄水泉不断供应咱，互咱会当结出果子，树叶嘛无孤大，咱所做的拢会当顺利。这是圣经上帝话带互咱的福气。所以咱爱时常将圣经上帝话放伫咱的心中，反复来思想，就得到福气。亲爱兄弟姊妹，默想上帝话吼，你就会感觉讲上帝不断甲你同在。我顶礼拜有讲过，讲你若想到一个人的话，你就会想到即个人。咱细汉父母有教示咱真侪话，咱若记伫咱的心肝，咱若想到这个话，就讲啊，我的老爸对我讲这个话，对我的人生有啥物款的帮助？我的老母捌勉励我啥物代志？记牢伫你的心中，你就想到即个人。相反，你若将上帝话记伫你的心中，你就发觉上帝时时刻刻甲你同在。所以，咱咧默想的时阵，爱用一种爱慕的心来默想。咱咧读上帝话，咱亲像咧读经书同款。所以，做事的人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规日不住咧思想。亲像一个人咧谈恋爱相共，将爱人放伫咱的心肝，常常来想。咱需要用即款的态度，求上帝的道理充满咱的心，咱会发觉上帝时刻甲咱同在。这就是一种消化，消化了，你就爱吸收啦。吸收了吼，即个物件伊的营养就变做咱身躯的一部分嘛。所以你爱设法将圣经上帝话当做你生命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这个人毋是听记就袂记记，意思是讲，这个人听了安那来记起来。这是鼓励咱将经文爱来背起来，背经文、背金句，会带互咱属灵的生命真大的影响。因为背经文就是将经文当作你生命的一部分，伊就是真做咱生命的营养。所以做事的人嘛安尼讲，伊讲我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这藏伫我的心内，就是讲真做我生命的一部分。时常记伫，咱了解上帝安怎教示咱，咱就照安尼去行。所以，如果你若要对圣经中间得到福气，你就爱记牢上帝的话，记牢上帝的话。咱来记住，讲上帝话会当真做咱一生的帮助甲安慰。我过去伫牧会的过程中间，常常有机会去探访一寡老大人，年纪真老，老了身体渐渐衰弱，嘛人感觉真寂寞、真无伴。但是常常是上帝话咧安慰因啊。我捌去探访一寡老大人，连家己的亲人拢袂记住。大概甲伊查某囝做伙看，伊就问讲：你啥物人啊？大讲我是恁查某囝，我是你的亲情倒一个人。要送伊要离开的时阵，伊讲拜托你替我甲恁老爸，替我甲恁老爸请安。其实伊就是因老爸，袂记住啦，啥物拢袂记住啦。但是你若叫伊背圣经上帝话，有诶真侪人拢背出来。比如讲，我捌陪我的牧师娘去探访伊的外公，年纪真老，倒伫病床顶面，人拢袂记住啦。我来介绍几啊遍，伊都袂记住我。但总是你讲，来背阿公来背诗篇23篇，伊就对头背到我后壁。其实伊咧背的过程中间，伊就真知上帝是个牧者，牧者甲伊伫地时，伊就无欠亏，所以伊人拢袂记住啦。但是上帝话伫伊心中，成做伊的帮助甲安慰，互伊知影，伫伊需要的时阵，这大牧者的确帮助伊经历人生的困境。这是对伊来讲是足大的祝福。所以咱将圣经的话背起来，对咱的生命会带来真大的祝福。但是咱人拢会袂记住对无？我捌看一个资料，有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叫做艾宾豪斯。有针对人的记忆做一个研究，画一个叫做遗忘曲线，袂记一个曲线。伊讲人
若去学习一件代志，若无学习的话吼，听了即件代志吼，比如讲假设大家来到礼拜堂听牧师传讲信息，伊讲听了1点钟了吼，会袂记即56%，然后一讲了66%，第2/3拢袂记啦。我看到这实验吼，我心内偌痛苦，你敢知？我想讲，我真用心准备1礼拜的讲道片，然后传讲了，大家出去了，等下食一个饭，1点钟了，1半以上袂记记。明仔载下早起来，2/3已经袂记记啦，你还会记记牧师讲的笑话。所以要安怎？伊有讲一个条件，就讲若无复习的话啦。所以爱帮助大家会当记牢的。所以咱看18页吼，我已经来讲第2遍，18页的所在有笔记了无？吼，牧师，你若听牧师讲道，你就知影，我拢将迄个大纲整理了真清楚，对无？你记起来，如果你若需要，你来记起来，吼。然后重复去练习，明仔重复练习，你会当参加小组嘛，对无？咱周间可能你已经袂记这大部分，但是咱参加小组的时阵。若小组是用牧师的讲道片做讨论题目的时阵，小组的时阵搁复习一遍，你就比较较有机会来记伫你的生命中间。然后搁背金句，将金句背起来，你就记牢的。无咱逐遍礼拜了吼，牧师拢感觉大家介绍拢听有啦，但是可能无偌久就袂记起啦。譬如我当下做烦恼讲，我2礼拜前就大家交代讲，咱定觉的时阵，思会、思琴的时阵，迄段是足重要的时间，爱享受着无？咱来思考上帝今仔日礼拜中间对咱讲啥，你爱做决志，所以迄段时间是咱伫遮安静的时阵，除非咱有生理上的需要要去便所啊，是安怎较狂、较离开，但是其他的，咱会当安静落来享受迄段时间，所以搁来提醒，今日搁袂记住，后礼拜爱较提早来准备着，毋通准时，爱提早，这拢爱不断提醒，伊就记牢的，诚做你生命的一部分。咱伫细汉时阵养成的好习惯，诚做咱一生的祝福。咱领受上帝话，来记牢伫心中，诚做咱一生的祝福。所以咱看见着，伫遮咱故事的作者咱讲3项代志，爱详细查考圣经，爱安怎？爱不断重复默想，也爱将伊记牢伫咱的心肝中间。安尼你有记的无？感谢主。接下来看第4项。第4项，当咱互上帝的话伫咱心中动工了，咱爱慢慢互伊成长。咱伫互伊心中已经咧动工，咱爱互伊，毋通互伊拢死去。爱互伊成长，要成长，上帝互咱一个真重要的稳定，就是圣神。圣神啊，亲像迄个活水相共，会当互上帝话伫咱心中成长。所以上帝种子已经种伫咱的心内，已经咧布院啊，伊来灌入迄个圣神的活水。圣神会为咱读上帝话带来2项帮助。第一项，圣神的赐了智慧，明白上帝的话。咱咧读圣经，真侪人吼，无要读圣经，是因为读无啦，无法度了解。因为当然需要有人帮助，咱需要参加查经班，需要研读圣经，有一寡参考册会当帮助咱。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是，咱爱恳求圣神伫咱咧研读圣经的时阵帮助咱，因为圣神会赐了智慧。互咱明白上帝的话。刚你问伊咧强调讲，上帝灵甲上帝话爱做伙动工啊，做伙做工。这有2项赞助的意念。第一项就是讲吼，咱伫信仰生活中间，咱有时会感觉讲，圣神敢若咧感动我，甲像上帝咧对我讲话，到底敢真正是上帝咧对我讲话，还是我家己乌白想？要安怎印证？就是爱倒爱上帝的话。那你的感动，你信仰上的感动，符合上帝的话，
这真正是上帝要对你讲的，因为上帝的神袂违背上帝的话，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也提醒咱讲，咱咧读每一遍咧读上帝的话的时阵，需要上帝的神来帮助咱，咱才会当有迄个智慧，属天的智慧来明白上帝的话。第二项就是当咱要实践上帝的话，要进入后一个步骤的时阵，要实践上帝的话的时阵，咱会拄着一个困难，因为上帝的话通常是咧挑战咱软弱的本性。意思是讲上帝爱咱做的，通常是咱无爱做的，所以咱需要有信心，互咱的气力，互咱会当真真正正将上帝的话来表现出来，来荣光上帝的名。所以爱求信心来帮助咱。最后一项，当咱求信心来帮助咱，咱知影安怎去做，咱求信心，互咱的有气力，互咱会当透过生命结出果子来回应上帝的话。咱种了种子的目的，就是要收成嘛。咱食米，就是要对这食物得到能力来工作。咱要对上帝的话来得到福气，就是安怎，就是爱行出来。所以拄则所读的经文讲，只是你若行道，毋通简单听道，家己欺骗家己。雅各书的作者来讲你若听了无行出来，这是咧欺骗家己啊！亲像一个人去照镜，你明明照镜了，发觉你的头毛乱七八糟，你的面有污点，你都无要去整理，无要互伊清气，你照镜有啥物路用？咱若去看医生，医生来讲，你这个病爱安怎处理，爱食啥物款的药呀，爱做啥物医疗的行动。你听了，你无要插医生甲你的建议，你看医生有啥物路用？相反，咱读圣经，圣经要调整咱的生命，咱就爱照安尼去做，才会当，互圣经的话真正成做咱的祝福。所以咱要真清楚，这是非常重要。运用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原点伫咱生命中间，这是一件真重要的功课。咱看起伫圣经中间伫马太第7章的上爱落尾，耶稣讲一个譬喻。咱要注意为什么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会将这个譬喻放伫这个所在。如果你若去读马太福音书，你会发觉讲，对第5章一直到第7章，有真侪耶稣基督的教训。咱来称作三相宝训。这段第7章40开始，这是耶稣讲这比如是三相宝训的结论啦。耶稣讲啦，所以所有听我的话去行的，你讲听头前这三相宝训，听了会当去行，亲像一个聪明的人，将伊的厝起伫石盘顶面，风吹雨拍水冲，这厝袂倒。因为伊的基础是起做伫石盘顶面。那倒边来看，那听伊的话，知影伊的话无要去行的，亲像将厝起伫哪？起伫土沙顶面嘛。风吹雨拍水冲，厝就倒去。信仰的基础就袂在，所以听了搁爱行出来，咱会当得到福气。耶稣嘛安尼讲，恁既然知影即个事，若是去行，就有福气。咱爱将伊实行出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在座所有的人，咱知影的道理，拢比咱行的道理较济。意思讲，咱无完全将咱知影的行出来。所以，牧师要请大家真正爱立志成做一个行道的人，互咱因为遵行上帝话来得到福气。最后，牧师我要用一寡时间甲大家分享。就是咱咧实践上帝话的时阵，有时会拄着一寡困难。这困难就是讲，有时阵一寡咱伫现实的生活中间一寡伦理的选择，有时阵咱真困难了解上帝话，甲实践的时阵，咱也会拄着困难。一寡伦理判断的代志，可能咱伫圣经中间会当找着无共款的经文。对无共款的角度，拢咧回应即个伦理的议题。咱看了会发觉讲有冲突。举一个来讲，
咱若看即个关于以色列人甲外族通婚的即件代志，如果你若去看以斯拉甲尼希米，是绝对禁止的，甚至已经结婚了，爱逼因离开哦。但是如果你若去看路德记，无共款的。路德记真重要的所在是上落尾遐，伊咧讲大逼王，以色列人上较尊敬的大逼王，伊血统中间是有外邦摩押人的血统。所以，咱对即两款无共款的经文中间来看同一个问题时，咱可能会拄着一寡困难。咱到底要做啥物款的判断？特别是咱生活的世界中间，咱生活伫一个真多元信仰的社会中间，要实践咱信仰的价值判断更加困难。圣经中间讲袂当杀人，但是咱的国家的法律是温准死刑。啊，若袂当杀人，安乐死才有算杀人，堕胎才有算杀人。基督徒教应该支持优生保健法。拜偶像是信仰中间极大的罪，但是咱国家的法律温准百姓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咱基督徒要安怎回应？包含目前教会内外有真侪关系，即婚姻平权的讨论，这拢是咱面对伦理判断的难题。关系者真正真困难做决断，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希望大家了解。第一项，伫面临即个伦理判断，毋是基要真理吼，我讲的毋是基要真理，是伦理判断。咱永远有无共款的意见。咱永远伫教会中间，对伫伦理判断有无共款的想法。因为牧师期待大家明白，伫长老教会内底，还讲伫双年教会内底，有真侪代志，毋是某一寡有权威的人讲了就算话。因为咱的体制毋是安尼。这是咱教会上界宝贵的一个资产。咱咧面临选择的过程中间，永远有无共款的意见。咱伫教会中间要做重要的决定，爱召开好会。伫咱认为上界重要的牧师的聘任的下面，要求爱有2/3的人出席，然后出席的人2/3同意，就当决定。咱无要求100%。比如今年度咱伫牧师的聘任中间，咱出席的人有97.5%的人同意要聘任这个牧师，但是咱还有2.5%的人无同意，这是真宝贵的，因为咱永远有人有无共款的顾虑甲意见，所以这对咱教会来讲是真重要的。所以牧师一定会维护咱教会中间任何伫伦理议题顶面有无共款意见的人的管理。检测意见甲我无共款，我嘛爱接受，而且会尊重。因为咱教会毋是极权的教会，毋是一言堂，无白色恐怖。咱袂当因为别人的伦理判断甲咱无共款，就想要甲人拆只落巴，就要排斥别人。只要是理性的发言，无互相攻击，照理伦理，咱爱尊重无共款的意见，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爱知影，伫所有的伦理议题后壁面，拢是一寡人真深沉的苦痛。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咧做信仰反省的时，拢爱明白这点。咱爱带着怜悯的心来思考。咱看起着约翰福音书第9章，咱等于一定爱看这段经文。有一遍耶稣甲伊的门徒伫路里咧行时，拄着一个生来就目睭看无的人。然后门徒就问耶稣讲老师，这人生落来就失明，是啥物人的罪造成的？是伊的罪，还是伊父母的罪？咱看耶稣的门徒遐尼残酷，伫一个有苦痛的人面头前，用伊的苦痛咧做神学议题的讨论。
将别人的课堂提出来讨论。咱看起着耶稣的态度，耶稣对讲，伊的使命甲伊本身甲伊的父母的罪拢无关系，是要伫伊的身躯顶彰显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将伊医治好，咱看起着耶稣甲遮伊的门徒完全无共款，伊只是想要减轻人的苦痛，毋是要定罪，毋是要伦理，伊是遐尼怜悯遮的伫苦痛中间的人。所以牧师爱大家在讨论遮个社会议题的时阵，爱明白这点，咱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态度。最后一项，咱爱明白咱拢是软弱的人，有可能伫领受上帝话顶面做错误的判断。所以牧师爱大家真谦卑来听别人的想法，而且伫这多元的意见中间，请大家一定要尽力保守合一的心。咱被呼召是要成做一个合一见证的团体，咱被呼召毋是要争论分裂。检测咱中间真正伫这议题顶面无法度有共识，但是拢无应该影响咱彼此的同工关系。咱每一项拢是上帝所怜悯、所拣选的。咱是为着上帝国要来打拼的一个团体，这才是咱今仔日教会应该爱有的态度。愿上帝透过伊的话，成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透过你的话，互阮的心得到自由。求主赐福，用你的圣神。互阮充满对你来的智慧，互阮明白你的旨意，也照安尼去行，互阮本身甲真侪人得到福气。愿咱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85首。圣诗185首，上帝命令众人着听，请起立。我
这是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第一遍来到咱当中，甲咱做伙三个敬拜的兄弟，若是你还未填写留名卡，你的头前座位顶头有迄个留名卡，请你写有清楚。互阮等下人会当来甲你介绍，这是咱的奉献。亲爱爸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宇宙间所有的万物拢是你创造的。阮的金钱、阮的财富、阮的身体健康、阮的身心安乐、平安，拢是你赏赐的。这时，阮用阮的担保来献予你，诚侪教会圣工的路用。我安尼感恩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请大家先开周报第5页。本周是总会所定调的退休传道者奉献的主日，呼吁兄弟来支持总会团福会
对在职也是退休牧者的照顾，大家也为了这样代志来祈祷。本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今日点到第3期的六节，这代表着喜乐。互咱搁再一遍经历主耶稣基督为咱出世，互咱会当对罪中间得到赦免，得到逃放，得到自由，来享受真正的喜乐。第2点到第4点、第5点，拢是有关圣诞节咱所有活动，特别是第3点，圣诞的季节晚会，这有咱子传的同工所拍摄一个微电影，内底有真侪咱教会兄弟伫内底演出吼。这个拜六暗是12月17号拜六暗时6点半。一寡陪谈训练的这同工，互请伫个下晡1点伫12楼来举行。咱先看第6点，第5页第6点，总务委员会消息，今年度2016年所谓要伫12月31号来截止。那咱有要伫个2016年奉献的兄弟，请伫个12月31来进行来奉献。不过大家记12月31迄天是拜六吼。第7点是小会问道理，请轮值的长老来伫，请12月25要受洗也是信仰个别的兄弟一定要来参加。来，咱掀过来第6页，第8点新生命餐会，咱伫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迄天，咱原来会要举行洗礼圣礼典。迄天中昼，咱伫个9楼联谊厅有一个新生命餐会，欢迎即边受洗兄弟，伊会当邀请伊的朋友来共同来参与。因为需要备餐的关系，所以请伫个12月18号的下主日进行洗礼前造就班，也是谢英云干事来报名。第9点，岁末感恩祈祷会是12月31，同尾天，今年度同尾天迄天暗时7点半，伫个10楼礼拜堂。请大家会当来参与。咱来看第7页祈祷会的消息。如果会友需要牧师来祈祷的，会当写这个代祷卡，这代祷卡放伫个咱座位的头前，会当写名，嘛会当毋免写名。牧师会伫个这教会的这个祈祷会中间来为恁来祈祷。如果若是有特别需要服侍祈祷的，请伫个第3场礼拜了后，到咱礼拜堂外口有一个灵修室，迄个所在有值班轮值的牧师也是长老为恁来祈祷。咱过来看装备委员会消息，第1点，装备课程，伫个2017年到2月初7，大概过年了迄当阵。蔡牧师伊要来，要来开一个小组训练的课程，伊是拢选伫个拜六，是有两节时间吼，一个是早起10点到11点半，另外一个是暗时7点半到9点，请有伫服侍的同工小组员，准备要接小组长的，也是现处是小组长的，拢会当来参与。但是会记得，这是限本会主会的会友来报名。其他所有的装备课程写伫个16页，请大家注意来看。以上，这是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甚至牧养代祷。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以及贵宾。咱遮有一位邱静梅传道，
静美传道，大家好。咱教会出新的传道，即摆伫高雄原中教会哈。愿上帝祝福，互伊有好的服侍。第二位是常志洲先生，好，欢迎你来。还有一位是巫尚宇先生，好，他讲家哈，欢迎。愿上帝亲自祝福。这个时阵，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的，甲咱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好。好，欢迎你们来哈。请咱的边仔同工来摕这个行业招待卡哈，等下会当去到贵宾席的所在，咱的招待人员哈，甲大家介绍咱的教会哈。这个时阵牧师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前亲近你，听你的话语，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阮因为领受你的话来得到祝福，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主赐福保守，互阮伤心的得到安慰，烦恼的得到讨棒，身躯病痛得到医治。因为我确信主耶稣基督，你捌应允，今仔劳苦担来就近你。伊的确互阮得到安息，求主赐福保守看顾，也互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平平领受主大的恩典，充满快乐、智慧、甲能力。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吟散会诗，吟诗了，请牧师来祝祷。圣诗514首，圣诗514首，请起立。愿天父上帝恩典慈悲，耶稣基督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大家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密岛社温，决志强受车欠。